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香港山遊。今日嘅山遊行程大約10公里，花咗大概3小時。從黃泥涌峽出發，終點係畢拉山道。呢條路線大部分路段都有樹蔭遮蔽，地勢相當平坦，係夏季嘅一個好選擇。沿住衛奕信徑同埋金督馳馬徑，從小馬山可以飽覽維多利亞港嘅開闊景色。從黃泥涌峽巴士站出發，我哋向大潭郊遊徑走。呢條路線整體平坦且有樹蔭，大約30分鐘後，我哋將到達畢拉山道。沿住畢拉山道行約15分鐘，即可以到達金督馳馬徑。接落嚟嘅30分鐘路程雖然比較開揚，但係依然舒適寫意。我哋繼續沿住呢條路向上走，走完金督馳馬徑一圈後，我哋將會返嚟呢度。我們將轉向右側嘅小徑，從小馬山下山嘅石級可以欣賞到維多利亞港同埋九龍一帶嘅壯麗景色。睇，幾靚，真係一條美景山徑啊！喺呢度左轉，喺返去畢拉山道之前，沿途仲有幾個觀景點。左轉向寶蓮徑，哇，好正啊！個景真係冇得頂啊！走咗金督馳馬徑一圈，我哋正要返回畢拉山道。我哋花咗3小時，走咗大約10公里，累計爬升277米。希望你鍾意呢趟嘅山遊，祝你有愉快嘅一日。